上会顺利，哪一个先呢？后上全成计划係變做媒體工作者嘅第一步。本期嘅100期比，後上全成計劃期待唔來參加。歡迎收看今日放起來，我係市集位大家好，家有看到嘅樣片冇？嘿，冇唔錯個後上虔誠計劃又來咯，今年第9年嘅寒假哦，大概當年啊，現業嘅時間啊，看到當到後上嘅後上人，後上嘅後上人，對我嚟講最正經嘅後上人咯，對 DDV 啊，做當到嘅事情，我做啲後上人當好，因為佢有安好嘅環境，做得先嚟接觸到我們的媒體。可以提早進入社會，不管是人際關係也好，不管是他自己以後要做任何事情的那個方向志向也好，古所講嚟今本日請到2位去年的後生人來講一下，佢參與後生虔誠計劃第8度有乜嘅甘苦談，跟我們分享一下也好，告訴大家我們2017的後生提攜計劃從現在開始到3月27號已經開始報名咯，好不好？來分享。今日2位銅獎嘅講師們，先來分享去年嘅啲行銷部門的李婉玉。大家好，我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科3科學，然後企業管理學呢嘅學生呀，成嘅學生嘅，我係李婉玉。哦，講得很好，我起雞馬皮，我哋看到後生嘅講按章嘅客家話，該不會你只會講這一段吧？冇啊冇啊，還會講，好。那還有哪個一位講師嘛？係啲去年啲節目部嘅朱恩慈。大家好，我係朱恩慈，我係去年到節目部實習嘅後生。分享，哎。我好想問一下，我們客家的實習生有經過那個顏值的挑選嗎？2個都太美了。好，這個2位，你太好3年生，3年生，你4年生。唔講我始終人家講你嘛科系。社會政策科學。社會政策科學，這就是我們認知當中的社工系的這個轉化之後更大。對，就是學習的更多的科系嘛，哦，那你們當初怎麼會知道的呀？後上虔誠計劃怎麼會知道的？婉玉先好了，好啊，你先講。一開始係我哋學校有寄信到我哋嘅 email， email 底部有看到一個虔誠計劃，然後我哋學校有一堂課係留客家電視台向下開嘅，哦，嗰時就一定要來宣傳，係，乜使宣傳？嗰時就係。我1年生的時間哦，唔知1年生啊？你係要規天1年生還做唔得啦？係啊，嗰時候嘅時間路上啊，明年過來，一定愛來，係啊，所以那時候開始就在心裡有埋下一個種子，就我好想要來這邊哦。畢竟沒客家人，剛剛唔記得門檔那邊客家人。我係屏東嘅客家人。屏東哦，南勢縣咯，屏東客家人，咁安次。我係桃園苗栗嘅客家人。哦，桃園苗栗出生。係。哦，你喺啲桃園。都桃園，桃樹。咁唔用乜啲咧？後上虔誠計劃。一開始是學校有規定，就是要參加非營利組織的實習。是。那我一開始就是找到客家電視台的後生。一開始就找客家電視台？對，因為我覺得就是我想要到跟我過去學的不一樣的地方的環境去實習看看，對，然後我就從電視台開始找起，然後就因為我想說我自己是客家人，對，然後我就從客家電視台看，然後很幸運的是那個時候台長剛好來我們學校演講，台長，他就來演講，然後就介紹客家電視台，然後之後結束之後也有跟台長聊一下，然後就定下了，就決定要來了，決定我想要來的目的。
目标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你比较特别。像婉玉啊，婉玉你自己本身就是相关科系嘛，对，那你是社工相关科系，然后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害怕？因为这跟你的学习的领域全某空庸呢？对啊，就是一开始来到这边，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幼稚园小朋友的感觉，很像什么都懂的事情，从头学起嘛。对啊，就是专业的比较陌生，但是因为大家都会很用心的教你啊，然后也很有耐心这样子，然后就是从头学起的话，就是其实大家都会教导这样子。你用啥讲法讲起来，正经有客家西莫的气质哈，就是那种不温不吞，然后有那种很婉约的感觉，要放轻松哦，好不好？你们第一次上节目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就这个要讲，你第一眼係罵啥么？第一哈有看福起来哈，有哈。其实我是钟义晴，好了，看一下我是哲伟了哈。然后那个，当然我刚一开始有讲到说你们选择的部门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是在我在行销企划部，你呢？我在节目部音乐人文组。因为这个我知道，这后生体系计划其实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嘛。那你们会怎么选择你们自己的部门？当初来，你先讲好哎。好啊，一开始嘿，因为我有偷另外一个行业，嘿，企业管理。很强哦，双修。好厉害。古时候的时间有上课啊，上课的时间就对行销有兴趣。你想讲。基本上来也个客家电视台，有可能有节目部、行销部跟节目部、行销部、采访部。新闻采访。想讲，我想要来行销，可能係唔係個都自家有興趣的啦。咩啊？只可能講我讀書嘅，那我畢業以後，做的自己適不適合做這方面科技相關的工作。古時候嘅時間，你想講好啊，冇來呀。假想講我有冇愛嘅學習。學姐，我去年的時間，嗰時間又來，而家係來行銷企劃部。竟然出叫什麼技術出嚟？我可以講來呀，做得學到我想要學嘅，也係講學到某個東西。如果講唔會查，如假使講以後想要行一條路，你做得一下來吃可能。就講嗰時間我你這角度先行銷蠻特別的。我覺得我哈潘的。讀到講，有的人偷相關科系出來，還想要做這個相關的事情，很少，我覺得很少。因此就冇用咯，因為你現在完全是不同，因為你本來就不是本科系的，你還選了節目部哦。因為以前就是過去在學校社團啊，然後就有參與過那種活動籌劃的經驗，然後就覺得自己好像比較適合節目部的。精神跟態度這樣子，然後你也想要挑戰一下，就是說，啲學校雖然有社團做得安尼吃，不過真正出到社會地位度，自己是不是能夠適應這樣的工作跟挑戰？所以兩個選的是不一樣的。古時候講倆，隔壁槍都用啥來，也做了很好的示範跟很好的經驗分享。佢除咗用啥以外，唔來實習，譬如講唔帶屏東嘛，唔帶討厭嘛。當然念書，我康引都它風險，出來實習就不一樣了。我們要接觸社會，我康引對應一開始要來客家電視台實習的時候，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啊？你先講安子。一開始大家就是家裡的人知道我要來電視台，然後就想說，哇，是不是可以在電視上看到你？什麼時候？然後全家都很興奮，然後。就想說要趕快跟外公外婆講，因為上電視對，外公外婆是客家電視台的忠實觀眾。真嘅哦！來，對鏡頭同阿公阿婆講一下，來。阿公阿婆，對，做電視哦。所以呢，然後就很期待。對，就是很期待，然後有種是不是要出明星的那種感覺，這樣子。然後就是這樣，然後你自己那時候怎麼想？我自己一開始還沒進來的時候，就覺得電視台是。很快速的，一切就是走得很快的地方，這樣可能會很衝啊，然後希望很快速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對，好，那等一下再問你進來之後呢？那看一下這萬一哈，萬一開始我康引定而來的時間，嘛該
佢拢讲嘛，该无抗议。嗰時陣都老伊講，我嗌上我來吃可能嘅。啊，嗰時陣人都講，客家天師台哦，可能咩喺客家嘅東西冇，如去自家可能好嘅。佢所以定係親子是嗌啦，嗌吃到。冇特別講要求嘛，該做錯。係，如嗰時陣如講望先前迄個地方。係。係啊，做得迄題，可能迄題難，嗌人可能愛搬去冇安尼。佢同樣問題哦，我想問講。佢一開始還忙入來，雖然講有問學姐啊、學長了了，還忙入來，你自己想二來客家電視台實習嘅時間是什麼樣的畫面，什麼樣的憧憬嘛？那時候因為我問學長姐嘛，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我就想說應該是每天就是坐在辦公室，然後跟電腦前面安尼，大師啦、天差本工作人員啦，然後想講。應該會差不多安尼吧，如睇，因為想說行銷企劃，感覺就是要寫個什麼企劃案，或是集思廣益要提什麼東西，然後所以就想說應該是在電腦前就是埋頭打字，然後發想這樣，然後後來我加上有問學姐，然後學姐就說哦，你會面臨到很多不一樣的新的挑戰，哎呦，就跟我說你就做好心理準備就好了。哦，這個學姐也很厲害哦，一開始冇用廣安東，我覺得也好。就是唔自家去體會，因為搭上人都搭在環境也好，讀多嘅人啊，可能強樣，唔過你自家心樣蠻想，那做乜事情係自家主張。跟你入來實習，9年實習以後咧，你看跟你想象有沒有一樣？跟我想象有一樣，其實差不多，不過就是真的是面臨很多不同的挑戰。不過因為也是家嘅個性，也係講親好去挑戰，吃冇用嘅，嗰時候嘅時間，原來成日都簽到冇相關嘅事情去做，啊，都覺得唔會查，都係留以前睇學校、睇讀書啊，喺講睇考試冇相關嘅挑戰啊，應該知道。哦，就開始哦，攏係想想冇相關哦。嘅因此呢，跟入來以後，我一開始想講啊，我係上天師嘅啦。跟入來實習嘅2年咯。我覺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樣的挑戰。每一天都對我來講是新的嘗試，是都接觸到不一樣的東西。不管是人，不管是物，然後你會覺得，甚至你可以到攝影棚去，就是參觀攝影棚啊，然後看節目錄製之類的，然後反而學到了很多你可能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對不對？是。然後那到現在1年了，再回想起來，你現在心中有什麼感覺？我覺得就是。那2個月對我來講是一種對我來講是有成長的歷練，這樣子，不只是經驗而已。對。幾萬億咯？你也想起來，過一年嘅。係啊，過一年嘅。你想講，因為講我知道啊，來人做得看到自己某個地方係冇拉，冇拉。啊，因為我一下大三嘛，太空3年生，然後辦1年做得去。補那種不足的地方，對，你透過這2個月發現到自己不足，然後還有1年可以回去把不足的地方補齊。哇，當有上快亮嘅後生嘅，等下轉來還要看一下去年在2年佢2年做乜嘅事情，莫這個看哦，待會回來。非常歡迎歡喜來，我係這位今日當分享啊，邀請到去年的後生健上計劃第8度當優秀的2位學生嘅後生嘅，先來分享去年的行銷部實習的李婉玉。大家好，我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開3位科學學呢，然後企業管理學呢3年生嘅學生嘅，我係李婉玉。好厲害！那一名係去年的節目部嘅朱恩慈。大家好，我係朱恩慈，我係去年的節目部嘅。實習嘅後生，後生講什麼？這個莫講愛講咗。這個去年，在課台實習2個月時間，對於當東人來講，雖然講可能當短，不過對你離地位啲學生嘅生涯第8度，算係當好嘅記憶錯冇嗬。我知道客家電視台農配啥冇強嘅，農配的實習嘅單位冇強嘅地方係。有些時候可能大家只是來這邊實習，然後就跟着這邊工作人員或者是學長姐一起學習東西。可是客家電視台還有安排課上本地的話，
我来讲一下嘛，恩慈来讲一下。一开始的话是大家一起参与课程，那里面的话除了就是一些专业的摄影知识啊，然后行销等等，还有像是主管他们会来帮我们教导一些工作的态度啊，还有内容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除了专业的之外，那些工作的知识或是态度的话，对我来讲是不仅是用在工作上，我觉得在跟大家相处、待人处事上的话，也很有帮助。对，就是不只是来实习工作上面的学习，对，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毕竟你不管你要回去学校跟别人相处，一定有很大的变化，超嘛哈。给万一了。你 DW 考上因为2个是不同部门啦，你是节目部嘛，然后你是行销部，用啥有用它双的科目？有共同的课程，嘿。共同的课程都係像恩慈講嘅，有一條係新聞嘅，有一條係剪輯嘅。嗰陣做嚟用一個可以面試到無相關嘅部門，一定睇好嘅係乜嘅東西。經你哋嘅部門啊，行銷有特別容易無相關好多嘅考上係乜嘅？我哋嘅實際好嘅係企劃嘅發想。企劃嘅發想。都係講，我用嘅去想一個企劃，然後還有一個課程係一定來分享佢哋嘅時間，做的某一個企劃，是，就是用實務經驗教導的方式，然後讓我們去一開始，因為那時候是剛開始嘛。所以從那時候就可以大概對這個工作會更有具體的想象。對，而且你要後來變成一個成品，就是一個成果出來的時候，才知道說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到底要做哪些事情。這實務經驗真係當重要。好，講到實務經驗呢，節目鋪咧，幫我們有上天師嗎？真嘅有上天師，我講一下哦。我們就是除了去看節目錄製啊，然後還有到配音室，到看那個節目配音，然後我也有參與了那個艾克勒的節目音樂專輯的節目錄製。艾克勒你客家天使的，你亮啥哈？你艾克勒，你客家天使的，擁有很多的粉絲，還錄製了什麼？還有就是除了就是去幫忙錄製之外，然後音樂專輯，對。然後你該不會？我也去跳了舞，伴舞，對，伴舞哦。所以你在客家電視台是有留下成果的。對。對，恩慈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婆，你喊出來看一下恩慈哦，上天師咯，請看。早先跳我背，你跳啦，見本應愛去，乃為做事，按做 everybody， 愛開用笑面哦，兩下馬路紅，茶按多，有人行動行，有人冇方向，按多故事隨時發生，希望愛順利哦。哎呦，我一开始就看懂言辞哦，这个你知道那个感觉好，莫讲啊，这家伙什么你过去1年呢？你下早看到啲音樂嘅樣片，這個感覺係乜嘅？就覺得自己怎麼那麼不上相？不會，還有呢？還有就是覺得自己很生疏啊，很緊張的感覺，尤其是那個時候一起合作的是舞蹈科系相關的學生，跟其他跳舞的同學，所以就其實一開始壓力蠻大的。這支舞練了多久？
大概2到3个礼拜，但是其实我们只有排3次嘛，因为还要搭配大家的时间嘛。而且老师排了很多，就是要双方就是伙伴一起做的动作，所以默契要很够。哦，对啊。所以那次之后有没有更爱可乐了？有啊，就是因为同时也就是接收到很多他们大量的资讯，对，然后还有他们的资料，然后而且在就是前置的时候有跟他们参与开会啊等等，然后尤其是一起练舞，所以就觉得很了解，就是更了解他们。好啊，你现在讲话的时候这边都有爱心的泡泡，跟我讲话都没有，真的。好了，跟来说问万一咯，万一的行销部就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是不同的嘛，对不对？我考你哦，好。譬如讲来的哈，我是你要行销的对象，你有简单的30秒1分钟，你怎么样行销客家电视台？对来，开始。要俾人要俾人，你好欣賞，要俾欣賞。你好。差唔多你係行人係咪？我客家人咩行人？我客家人係啊。嗬，唔啲客家電視台嘛？哦，我啲呢，唔過我都冇時間看。冇時間看，唔怕，我只看福起來。哦，又跟我老講，一下我哋客家電視台啊，有一個係線上的網站。哦。冇時間看電視唔怕，我哋線上的網站底部攏用我哋像同好多講嘅福起來嘅，又係講我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哪個大擂台？係，故說唔是講一定要有時間去看電視，用我哋的網站，又係講我哋手機的 Line， 你加入我們的 Line， 我們也會傳就是節目的資訊。訊息。故說你點入去錄做得看的，唔是等電視來。很好，真的看到你嗎？真的看到我同學。太厲害了，拍手快點！我覺得你們真的很棒哎，這就是我覺得，也許你在過去的經驗裡面，可能碰到狀況，你也許不會做這樣的反應，可是因為你接觸過接觸過以後，你就第一個哦，讀到安你第1點就唔會上分了。不管認識呀唔認識，我覺得有時候那些收穫是埋藏在你心裡的，對不對？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除了你看到你喺工作2歳喺工作以外，聽說你們還有參與配音嗎？是不是？恩慈？配音是我們想說在這2個月，我希望就是有個成果，是，所以那時候就做了30秒的 promo，然後30秒的 promo，它是從零到沒有，要自己剪影片啊，自己配旁白，自己上，甚至自己寫稿子。对，自己寫稿子。哦，真的，我們可以聽一下嗎？可以聽一下。你今天有帶來嗎？帶來這個作品嗎？在我們可以聽一下，對不對？唔是聽過第一天的麻雀，第300方阮難查聖神等於啥個樣的嘛？唔是聽過從俄羅斯西伯利亞來嘅拍好嘅鍵盤世界嘅叫什麼？唔敢啲有按多神奇嘅料嘅，導演你向下許多也講嘅報道好冇？就聽聽太子演神奇來向下了解。亮啊，當初有印象呢。這是一段你配的預告，對不對？對。當時對自己來說有沒有壓力啊？一開始的時候要從零到成果。對啊，因為一切都是沒有接觸過的東西。然後當時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配那個旁白的時候，是因為從寫稿我還可以，就是還對自己蠻有信心。對。但是配下去之後就跟我完全想象的不一樣，還特地去找客語老師順稿啊什麼的，而且咬字，對，還有批下畫面，還有批下嘛個批下太敢看到了樣片的感情。對，我以為只要就是放感情下去就可以，但是就沒有我想象的那麼簡單。對。但是做出來之後呢，你自己給你自己幾分？我覺得大概80吧，就覺得應該可以再更進步這樣子。當然希望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嘗試。對，超毛哈，給大家轉來哦，再來看一下，萬一你們有超毛過年南西煙有配音嗎？也有哈。給客家電視台可以考上。哎呦，考上哈，大家轉來又會考級，冇就可以飛來，待會見哦。
呀，真人大鹏有亮啥哈？哎，看到这样片，我自己也很感动哎。这个恩慈介绍一下这个影片吧。这影片就是想说，结合就是想要留下这2个月的一个记忆，很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还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对啊，然后就想说，跟我的同一组的伙伴是佳慧，然后她负责唱歌、自弹自唱的部分，然后我就负责影像的部分。唐公的歌也没黑人同学也黑马来西亚。对，他自己跟找他的朋友一起写的。唱下下。对，然后想词，然后想曲这样子。对。你看这个看到的样片啊，你有啥嘛感觉？配乐。婉玉，看下这个感动到配乐，婉玉。我感觉到应验是在请假安尼录过，出歌的啊，出歌的。我想讲，去年迄个时间，我哋去睇大厦幕下，又去讲睇好高睇上讲，哇，看那相片。系啊，我想讲哦，嗰时间。哪个时间？哦，好像那时候好像是导览，好像是在跟我们介绍课台。张落来的时间嘛。应该录喺催眠诶。系啊。结业证书。东夹2张嘅时间，个月有1年咧。我知道恩慈很厉害哦，甲样片没很剪咧。嘿，我去甲剪。你去甲剪呗，剪接嘛哈。对。然后再看到其他跟你们一起打拼的这一届，你刚刚看这影片，你有嘛感觉？觉得很想念那2个月，对，然后其实觉得我实习完之后，觉得那2个月很像是做梦一样，对啊，就是跟自己原来的生活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学到很多，丰富你们这一段人生，超嘛哈。给我专门给万一，人家讲，你双语团有讲到嘛，你们有去配音，学这个南四线的配音，好吗？给马来几演。喺一开始，因为嚟啊实习，故所对客家电视台有更加多嘅认识。嗰時你看到一定有一个活动，如果講南四線的配音員，就是訓練這樣一個課程。我同學有嗌強下去，如果講去吃可能好誒，如果好設計合法冇睇北埔經過，都冇馬時間講啊，我冇馬嘅時間講下。阿婆一定要講望去吃可能好誒，望一下行唔講嘅嗌乜糖冇，係啊，都所都去學嘅。哦，要離屋較安全。係，嘟好。係啊，嘟好。唔該那你那時候你在那邊，你覺得你學到了什麼？睇南四線配音裡面嘛，如好多講，因為地方有青島冇強款嘅人，有沙片人士，還有學生嘅，睇地方如係那麼一個新嘅環境。如做得好，以前冇學過嘅，像講用嘅老卡通人物配音。哦，對到面，對到在一起。又係講我哋要 P 嘅文教片旁白，呢種旁白。我想講旁白應該出講啊，係啊，講冇啊 P 嘅畫面啊，講冇兩句貼夾貼滿嘅。還要算時間。係啊，要算時間。給家恩慈給剪給藍雀，台灣藍雀嘅樣片不會給我分。90分啊！哎呦，謝謝。剛剛都講到歡喜嘅部分啦，學習嘅部分。唔過你兩張嘢一定要讀到困難嘅地方，你有咩影響嘅啲？譬如講你兩張嘢啲你有讀到嘛？你知道某些怕啦，也係講我覺得很打擊嘅地方，真係講開。哦，因為我哋有個部門，我哋有啲青台人物都係講有兩張嘢，我哋設計上一個新嘅企劃案。哦。跟你上了嗎？我等個是2個人一組，我老我伙伴都想講，我等會推廣客家的 line， 就是我們客家電視台的 line 這樣。主講家我靠你嘛哈。我都想講，我等會推廣一個 line，我想講冇去，因為我等知道某一檔人認識客家電視台，我說我等都想講冇去用我們的活力，我等去街頭上問問看民眾願不就是要不要加入？那我們加入可能就是我們有一個抽獎機會，就是抽電影票，然後我們之後還會有一些就是配合的小活動。那小活動我們可以抽機票，然後你也可以參加，就是我們另外一組同學他們設計的活動。結果咧？結果都去做嘅啊！讀書都反樣吼。唔過一開始我講個困難嘅話，如係睇上嘅時間，都上無啊，上個安尼做好，唔過上無用嘅本冇認識嘅人加入。古時候嘅時間，都問親同人啊，問媽媽、問爸爸，又係講問親戚朋友，問講。
用白戏。係啊，因為有啲嘢一定要唔係客人。係啊。啊唔係客家人，啊外加一個做埋。對呀，對呀，對。古時候嘅時節都上清酒啊。跟我們的導師，因為我們有一個人的導師，就跟導師討論。我突破之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就會想到說，因為有些人可能他們就是可能跟你一樣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人，可是他們可能沒有這個沒有管道嘛，超唔好。因此呢，你自己有讀到蠻困難。那準好嘅這懂唔懂？對啊，像我們在會參與就是節目的開會啊，節目前置那些。那經常就會問你啊，有乜個想法嗎？對啊，那就是因為一開始都沒有，從來也沒有想說哦，節目是這樣子做的，要有什麼樣的發想？對，所以每一次參與啊，都是刺激腦力，對，然後還有就是會想說，怎麼做能夠讓我的小助理的工作能夠更順手、更上手，然後能夠讓這個節目完整，對不對？古時候講，龍以前的學習被縫紉，還有那個邏輯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是很應該要打破的。古時候講，你要專業學教，第八度2-3年咩冇強樣，看家樣片都你下看到本人，真嘅冇強樣，哈。好嘞，最尾嚟，這個推廣那個。宣傳一下2017年嘅後生傾城計劃，好冇？馬上嚟講一下。來，你。也個係後生傾城計劃，唔係講，唔係對媒體也係講對客家有興趣嘅人啊，知道做得來也試看咯。因為睇地方有一個真槍實彈嘅機會，做得去接觸講上愛未來上愛做嘅行業條路啦。嗰時候我知道有個計劃係一個。因為很少有這種真槍實彈的機會，是你有辦法直接去接觸你想要做的工作。因為客家電視台對一個我哋講嘅後生，我哋一定對一個後生係講，把你當作是新進員工，沒錯，對待你，唔係從其他地方可能有啲地方，係你從個實習生，嗰時候對冇按看重。唔講我知道來客家電視台，我知道講有人睇看重，大家都係從一個家庭，一家人樣嘅，一家人樣嘅。什麼兩啥？哈，有閒找進來聊哈，做得冇？做得。客家話記得哈，2017年後生傾城計劃開始到3月27號，歡迎所有後生人來看就比較好。不過一定要記得2-3熱情，你要保持，不管你係讀書也出社會，好冇？什麼來哦？好咧，不管你係後生也係大人，要記得你最單純的個心。運動一下，莫走開，待會回來。